股市到73年年初升勢凌厲，恒生指數2個幾月之間升咗接近1倍。到3月，由最高峰嘅1774點開始暴跌，短短4個月之間跌到得返500點，最低跌到去150點，1年之間大跌超過90%。唔少人打回原形，甚至到家破人亡。香港嘅股民上咗寶貴一課。遺體係喺12時嘅時候係移去大堂，供各界人士瞻仰遺容。胡想李小龍喺1940年就喺美國三藩市出生，佢嘅原名咧係李振發。導演羅維人頭湧湧，好多人咧係爭向佢嘅遺容，萬人空巷喺九龍殯儀館周圍嘅街道上面。我哋知道，雖然未必每個人都能夠睇到李小龍嘅遺像，但係喺佢哋嘅心目中，喺佢哋嘅心靈上，都已經存在李小龍嘅形象。而家灣仔華潤大廈嘅所在地係舉行最後一屆工展會嘅地方。當年港府唔肯批出永久嘅場地，主辦單位中華廠商會就決定停辦有30幾年歷史嘅工展會。水大約喺9個收邊呢度，由一半至終點呢度好急嘅水。你參加呢個比賽之前，你準備咗幾耐啊？我練過一次咋。派米場面幾十年嚟都冇乜變過，不過當年好多傳統節慶嘅表演，而家睇翻嚟都幾驚人嘅，細路仔千祈就唔好學啦。70年代中仲未有9年免費教育，好多細路仔通街走。喺工廠區仲可以見到童工出入。工業安全先至係啱啱推廣，地盤工人個個都唔戴安全帽，而家就難以想像啦。